先来学习一下，等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要听第二幕。警察局、警察局、警察局、罚单、罚单、罚单、车号、查号、查号、申诉、申诉、申诉、官方网站、官方网站、官方网站、过期、过期、过期、罚款、罚钱、罚钱、成功、成功、成功。呢位是警察局交通处，好。咱收到一张罚单，罚单面顶嘅相片查好是883，不过我甲查好是833，你定分唔错咧。歹势，係講罰單開唔錯，唔是得申訴，怎樣申訴呢？唔是得到官方網站用線上嘅方式辦理，請理賠。好，咁我呢張罰單我成立冇？我建議限係成立，因為罰單過期，還會罰錢。假使我嘅申訴成功，錢會退還本我冇？係要成功，錢會退還本。了解咧，多人。